台湾话恋爱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恋爱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男女互相思慕而相爱。你两个人度假同甘日天，干那长地恋爱的款。他们两个人讲的甜甜蜜蜜，好像正在恋爱的样子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